政院拨2360亿用来普发现金1万块。立法院若准在咧10月初通过上紧10月底就当开始发，有5大族群通领有5种领钱方式。法院搁再审经花城含政治现金案，全国文定校庭，经过北检提出控告，上紧今仔日就会裁定。印尼巴厘岛落大雨，台湾旅客未赴到机场，伫咧尼泊尔台湾旅客因为当地伫咧示威抗议，这旅程也受到影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1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行政院伫今仔日通过论审特别预算，其中编列2360亿用来普发现金1万块。若准送到这立法院审议，外界就咧推测，这立法院在咧10月初来通过，上紧10月底进程就当开始发。也若包含着现有有户籍的国民，摕到居留许可的无户籍国民等等，5大族群拢会当领到，而且领钱的方式有5种。务必要在特别预算公布1个月内启动现金发放的程序，来使全民能够受惠。普发现金1万，上紧10月后半个月就当领到啊！因应美国对顶关税的冲击，行政院会再去通过润省特别预算案，要送立法院来审议，其中就编列2360亿，是普发现金的发放经费。财政部也正和数发部来整备相关的系统，并且积极的规划宣导，还有客服以及款项拨付清算等等执行作业。目前行政院规划包括国内现有户籍的国民，摕到居留许可的无户籍国民，摕到永久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外国人是咱国国民的配偶，而且摕到居留许可。各有政府机关因公派驻国外的人员，含伊有国籍的眷属，拢符合普发现金的资格。行政院拍板通过任性特别预算案，其中就包含了普发现金，要比照2023年的发放方式，你家旁边的 ATM 就可以领。看过去2008年的金融起高龄，今年年初是发放3600块的消费券，一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政府推出进行3倍券，搁有2021年疫情3级警戒，各加推出5倍券。2023年是普发现金6000块，这摆暗算采取登记入校 ATM 领现金、直接入校邮局领现金和注册来发放5大方式。用主计总处 GDP 的评检指数去评检以后，我们估计今年普发现金对于 GDP 的贡献大概0.415个百分点。经济部长景明鑫嘛强调，照2023年普发6000块的经验来推算，普发1万块应该会使刺激经济成长率成长0.5%。不过说落来嘛是要看替代性消费，也是甲现金欠起来的比例。若是有观光加其他消费来配合，有机会达成更加大幅度的成长。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美股、高科技股带动走悬之下呢，今仔台股大盘由电子宽达股来带头，盘中指数创历史新高，台股收盘起23点，收伫咧25215点，起0.09%。这成交的金额有新台票5891.72亿。那台积电今仔日把冲到1260块，股价含市值拢在创新高。不过这大盘指数过到了后，煞来平乌，加在台积电最后一盘有冲出到4072张成交量，有关到1240块。这大盘指数有来冲关起23点，收伫咧25215点，连续4个交易日创下盘中收盘新高。那讲到今仔日呢，这台票换美金收盘是30.344块，落3.4分。南北党团推动新版本的财委法，最近却逼出讲，这计算的公式有问题，一寡县市补助款却来减去。昨南北县市首长呢，就甲中央发声，那这总统赖清德今仔日也表示讲，希望中央和地方好好来讨论。那行政院长杜英泰按算伫咧拜六会分做2批，邀请22县市首长来到行政院讨论解决的方式。新版的财委法争议持续地讨论，面对南北县市首长前一天做会向中央发声，总统赖清德11嘛做出回应。在野党所主导的财换法修法之所以铸成大错，一方面是因为蓝营的县市首长有地方包围中央的心态，完全不接受行政院的提醒，也拒绝了行政院所提出的复议案，才造成今天的结果。屠刀一直都不在民进党的手上。希望后天的会议能够开诚布公、诚心诚意来解决这个错误。解铃还须系铃人，大家敞开心胸，他也愿意来解，大家一起来解。行政院长杜英泰讲，财委法修法的错误也是爱找源头。
行政院规划13礼拜6分组早起下晡2推出，邀请22县市首长讨论解封。除了政府院长倒用台电力军、财政部、经济部主计总处这官员拢会参加。我一定会排开所有的行程，来积极的回应中央的善意。但我希望在礼拜6开会之前，中央应该把水平分配公式的问题能够提出来。希望在这个会里面，不要再这样子推来推去，说是这个谁的错谁的错，双方能够秉持善意，把这财划法真正加惠地方的精神能够落实起来。我们一定要带着民众的心声跟民意来跟中央来反映。目前6都市长新北塘、台南拢已经回应会出席。国民党团坦白讲，在违法内底统筹分配税款的公式有缺失。马祖哪位陈雪生会提出搁再修法的内容？16条之一有关于离岛方面的计算的分母计算错误，这是一个小的瑕疵，要修法。如果要再修，就是针对这个修，其他都没有问题。朝野坐下检讨，跟行政机关、跟地方政府好好的来谈，来重新修财划法，这才是正办。财政部表示，会协同主计总处共同检讨财违法当中持续加水平分配这个问题，并且家庭政府协商安怎弥补，还是做调整。记者采访报道。台北地方法院审理经花城案和郭文德的政治献金案，今仔日传这郭文德也有竞选总部进前财务长李文忠、包括公司董事长李文官，也有民众党的秘书长周如修到庭，来厘清这郭文德敢是利用这包括公司侵占政治现金。另外，北检针对着北院裁定郭文德7000万交保提起公告，也拿这高院已经收案，上紧伫今仔日就裁定。你们担心北检抗告成功吗？先出庭再讲。透早行出家门，无继续回应，将民进党主席郭文德赶去法院出庭，向起诉的政治现金公益侵占等案，被控使用众望基金会款项支付经办员工薪水，同时涉嫌用报告公司口座侵占政治现金捐款10亿规定规定性质。今天做这个时候做什么准备吗？即摆的告定证人有民众党秘书长周有修、北检众望基金会甲郭文德的经办主任。伊出庭作证，伫庭上表示郭文德类似代言人的角色，无实际插手基金会运作。也毋过检方回击，伊的证词切割基金会甲郭文德的关系，甲其他证人证词无同，显然有一方在做假证。佮加主张就有修证词真歹采信。面对专案，能够郭文德发言，伊是批评检察官伫咧编故事。民进党有多少基金会？民进党有多少政治人物有基金会？什么时候？看你们台北地检署的这一群鹰犬讲过一句话，这不是双标。什么是双标？一塔高高的冠状刷到台湾高等法院，都伫咧开庭迄当时，高院同时间也收到北检的控告状，已经完成分案，到等待最后的裁定结果公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民党立委颜宽庆牵涉贪污、伪造文书等罪，一审去互判8年4个月。不过，伊坚持无罪，提起上诉，今仔日2审驳回上诉，坚依其本地判决。颜宽庆就批评讲，伊是受到司法的迫害，也强调讲，伫咧上短时间内会搁再上诉。国民党立委颜宽恒因为沙拉高技术提供入切占国有地假买卖加3年助理费案，台中地法院一审去年依照贪污、伪造文书2罪判伊8年4个月徒刑。颜宽恒坚持无罪上诉，台中高分院11日2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伪造文书判刑6个月定案，会当一扣罚金，限制出境出海8个月。严立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原审认识用法并无不当，量刑即所为没收之意之一时妥诉，严立为之上诉为无理由，应予驳回。颜宽恒2021年参加台中市第2选区立委补选的时阵，验出沙拉高技术体涉嫌窃占国有地。台中地检署调查发现，伊甲员工林振豪配偶陈丽玲，也甲特殊公司县长的负责人，以借钱的方式，甲4541万借予县长的设计师，购买高技术地土地甲建物，再个委托大师甲厝土地以买卖理由移转登记伫特殊公司名下，涉嫌假买卖。检方另外阁查出颜宽恒担任立委期间聘用员工林振豪担任公费助理，一共100-202，涉嫌诈领108万助理费。今日被告林振豪同款维持一审判决，以批评完全是司法迫害。
这个司法破坏是很明显的，我们已经呈现了所有的证据。林进武先生确实都是助理，用贪污治罪条例来判处严宽恒，这是我没有办法忍受，也没有办法可以接受的。证据没办法显示我是真的是助理，或是我没有从事助理的工作，那你把我判刑都没关系。可是今天我有啊，怎么还会判刑呢？真的是很冤枉啊！严宽恒一审贪污罪，hom判7年10个月，褫夺公权3年。2审维持原判，牵涉到立委职务刑事改革，伊强调会伫上短时间提出上诉，捍卫家己的清白。记者采访报道。这个暗时，这兴达电厂天然气机组气运转所来发生火灾，在去年有10多位的当地居民去到厂区外口抗议，台电的施工单位是答应讲后礼拜会互居民书面回应，也等咧研究敢要来举办说明会。也来讲到这灾情通知的细胞简讯，也考虑用简讯或者是用通讯软体来执行。这届事故呢，这市长陈其迈也呼吁讲，这能源区域证据，各县市呢，若准备用电，就爱家己负责。唔通所有责任拢由高雄来担。知影糖醋站啊，隔壁那个好细马计嘛，讲起迄暗火警发生的时，民众也是心惊胆惊。不满在后，台电的处理方式，10几回兴达电厂附近居民在伊早起来到厂外抗议，这期电厂承诺的安全已经跳票也提出全面停工等4项诉求。讯啥拢伫因咧边有听到，阮这住户拢无听到。我讲一句就对了，你面咧生命受不了啦！啊，你若要讲路着，你面咧生命吼，叫伊快起来啦！爆炸到安尼吼，应该吼。伊要升起的3分之吼，阮要求吼，全部拢爱停啦，阮无爱互伊搁继续做落啊。初到暗，位伫高雄的兴达电厂燃气2号机试营运测试天然气泄漏造成大火，附近居民不满火警迄当时的厂区无主动通知地方，也无通知居民来疏散。高雄市府就建议台电比照今年7月第2期下3关电源公司锂电池厂发生火灾，互附近里民拢会当受到细胞干性发送。简讯它是用透过，它可能没有办法说很精确的到每一个人，而且有范围的问题啊。那如果是用NLINE的话，你只要是群组的成员，他就会同时间收到。另外，消防演练，台电表示，当年电厂内拢会定期进行演练，外部演练一年一摆港口设施防灾演习，甲社区防灾演练是配合地方要有参与。我还是要再三的强调，其实能源的。这个区域正义非常重要。那自己各县市要用的电，应该要自己负起责任。针对能源政策检讨，市长陈其迈也为高雄抱不平，讲高雄长期发电存量量上悬，去年达到400万亿度，高雄只用300亿度。三城电力拢互其他县市，呼吁其他县市负起责任，唔通拢撒互高雄。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年的黑暗演练来到第3天，这海巡清官伫咧屏东垦丁的后壁港起湖，后壁湖渔港呢进行这海水辐射的监测模拟。另外呢，这国军出动核生化监测车、直升机甲无人机进行这陆海空的动员，专门来监测到这辐射扩散的状况。黑暗会主委陈明真就强调，这核三厂若准备停放，就要按照安全的程序来办理。中之后呢，上路送水，那现在就可以看到呢，它将这个主要去的海水拿出来。把储油的海水倒进米桶仔内底，准备送去检验。114年核安第31号实兵演练进入第3天，海巡配合核安单位伫后壁湖渔港演练，模拟若放射性物质污染的海水，就会当随时监测海洋辐射的状况。随时监控环境中剂量率及累积剂量，以及何种分析以实施何种判定。陆地部分国军展示核生化侦测车，空中嘛出动直升机甲无人机，监测辐射传出去的范围甲速度。核安会主委自头到尾拢真足听说明，特别的是这摆演习有邀请美国在台协会管理，是毋是甲核酸停放的议题有关联？主委话讲甲该保守。我太想多了解我们对核安的状况啊，核能安全、核废料可以处理。以及社会有共识这3大原则之下，台电啊做他们的评估啊，各方面安全呢包括效率啊等等，他们先做检查，我们以后还有审查，就是2道的意思。对。
核安会注意讲，按照程序，要由台电主动先做安全检查，了后才会使向核安会申请订芳作业。不过，针对记者询问台电做安全检查的进度，陈明真无明确回应，敢若表示若收到报告，核安会才会有后一步的动作。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但那是吞台南这在后复原到达2个外过啊，这伪造金的核发含徛加修理门盒已经特别收尾。另外也启动第2批的征收门盒奖励措施，鼓励还未签约修理的受灾户10月初6进前完成签约，完工的时阵，佫会当领到15000块的赔款奖励金。对李干事的脚步入去六甲区庄卡细条路，虽然风台了后已经过2个月，啊，毋过旧厝还未修理好，主体边仔的货柜厝有泄冷气生烟的面床，互受灾民众毋免阁住伫破厝内。迄种个落雨，涂骹拢上我拢澹落啊。无啊，这就是讲伊未下钱吼，啊，伊公所甲讲，啊，伊即马带伊怎个关迄个铁柜里啊？迄个铁柜要我暂时要我大安尼，安尼。啊有出事无？安尼有若是有啦，风台来袂当下啊，吼啊，就有若拢袂歹啊，那拢足照顾啊。旧厝的厝顶伫7月初6风台迄天捡吹歹去，佮因为淹水，厝内烂罐罐。76岁过阿伯甲伊的小弟，互人紧急安置去附近的庙仔。即阵啊，透过民间营造厂商资源之外，互加收入户兄弟2人有闪风热户的所在。短短的3天，就把它施作完成，让我们的里长，也另外，给它装设了个冷气还有配电的设施。为了加速呢受灾户修缮的进度，政府呢已经启动了第2波的修缮媒合奖励机制，鼓励呢还没有签约修缮的受灾户，在10月6号之前赶紧完成签约，政府也会补助15000元的修缮费用。受灾户房屋修理持续地进行，受损超过20平方公尺，经过市政府小盖修理的有3570户，无需要小盖有2545户。另外，优先处理劣管弱势户320户，提供专业补助。目前已经完成169户，61户当地施工，同时加发10万块的生活支持补助，协助灾民面对中建的经济压力。记者采访报道。8月15中秋连绵到这台南麻豆文旦柚呢，差不多已经拢是采收啊。所以因为进前但那是风台和麻豆文旦的产量剩2成尔，所以今年是愈收期。有一寡农民呢坚持无要起价，真心交配要甲这老主顾来博感情。在地种文旦超过50档的老果园，就算不幸拄到风灾，产量减少，不过今年也是无起价。规个麻豆地区产量干那剩2成，照你讲产量少会变较贵。种麻豆文旦的农民今年颠倒因为感情因素，甲继续压落来选择较原价。风台来对中部、北部、南部、东部拢来关心，这种感情。用金钱是袂当补的。第2点，我是感觉讲吼，我若无第一声压落吼，迄个绩效就起来啦。这个农业的社会责任吼，是一定爱负起啦。即阵这文旦市场有影真抢市，像另外一间捌得到3届台南文旦冰柑冠军的果园，业者共款主动甲老顾客参详，希望大家减量买。互别人今年嘛会使食到文旦的好滋味。又不能说整个都一个人，然后其他的没有办法分配所以提早我们要因应啊。电话是一直在打，可是就是没有啊，没办法，就台风的关系呀。老板娘对我很好，一样是那个数量给我。所以今年会觉得还蛮感恩的。对。目前麻豆文旦大部分采收啊，人客定的陆续咧出货。农会表示，今年稳定继续的策略，嘛是希望维持麻豆文旦的品牌价值。咱这农友的反应，大概是拢无买起价啦吼，因为拢只有这拢是旧的消费者所以拢会维持互消费者食到上好的物件维持公平的价销。虽然今年风灾的扰乱，加在即阵村的麻豆文旦口感风味拢同款真芳甜。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
刘委会宣布讲，对于今日开始呢，这公务人员去到香港、澳门，不管你是请什么款的假，或者是讲普通休假，都爱事先通报。那准接触到特定人数，共款爱主动通知。明年7月1开始，违规者就去用处罚。另外，教育部有发公文去到大学，叫这大学呢唔通宣传接受中国招待的交流活动。另外，最近呢有一个做直播的报主，伊唔拿提出到这中国的身份证，佮甲台湾的护照加掉。刘议会就表示讲，这可能就是走路去到中国的诈骗通缉犯。我爱中国，我说减就减，我没有太客气的。那家那要求观众爱起赞，到伫对话，家己讲是台湾青年的直播主应志宏，找到伫中国社群平台加台湾护照，佮讲家己早就放弃台湾籍，毋是台湾人嘛无差。结果去刘委会讲，伊竟然是通缉犯的身份。有啊，大陆身份证拿到了，在这里啊。然后刚拿到的热腾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这位应志宏先生，他现在是因为涉及诈骗集团以及洗钱的案件啊，由台东地检署通缉当中，声称自己是热爱祖国啊。然后放弃台湾的身份，但是他其实并没有放弃。林文杰嘛，趁机会呼吁对方卖定定收容犯罪分子，不利两方正常交流。中共长期把台湾青年当作统战工具的重点对象。对方吉林大学今年搁再举办北国风情当年营，要招台湾学生囡仔去中国东北参访。教育部这阵就发文予转告大专院校，表示活动牵涉单方面落地交代，呼吁卖参加，也是转发宣传。陆委会阁讲，校际交流应该爱对定尊严的原则。是不是有明确的专业交流主题的内容，还是只是吃喝玩乐？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以至于说去参加会不会触碰到两岸条例的一个限制哈？基本上学生不会。那老师也是相关承办人员有可能触发，陆委会11嘛正式宣布，依照行政院协定颁布的修正案，公务人员去港澳除了行政通报，完成人事裁勤的电脑作业，连做有会见也是联络特定身份的人员，嘛拢爱主动通知。香港、澳门向来是很多情报活动或是国安人员的活动的大本营，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公务人员都应该要有这样的警觉性。林文杰表示，为即马开始到明年7月进前，拢是宣导期。未来行政院人事总处会配合严定定处原则，若是有人无照规定，明年7月1日开始就会正式处分。记者采访报道。中国不管是伫咧破坏咱的海底电缆线，这外国媒体路透社就含海巡出海巡逻，观察咱的海巡伫咧前线是安怎守护的。另外一方面呢，这行政院伫今日通过论性特别预算，有编国防部1132亿，海委会295亿，要强化国安论性。海巡署的军舰伫台南附近的海域在航行，较近4颗雷亚无可疑的船只，中国绕台无登过，内面故意破坏海底电缆，横看作是新形态的铺设地带侵扰，嘛互加强巡逻海底电缆4颗雷亚的海域，最近变作海巡的重要任务之一。外国媒体路透社关心这件代志对得出海，看到海巡人员守护台湾的所谓命脉。海巡表示，最近几年有真侪中国的宽机轮伫海底电缆的海域搜来搜去，确实有船只故意停伫海底电缆的顶端，袂当排除伊后边意图。那近年来，因为两岸关系比较情势升级，那就造成对岸的一些灰色地带的一些侵扰。那近年来，大概在海底电缆部分也很多权益船在这边滞留。等于是用一种炮灰式的，因为这个算是等于是一块废铁了，它用很少的成本来做干扰，把你弄断掉，造成你整个台湾社会的一些不安。台湾伫电政治紧张的区域，有交通专家认为讲，海底电缆有可能变作潜在冲突的指标。当台湾的 undersea cable 被 damage。不管是 intentional 或 unintentional， 不是只有台湾关心，其实全世界都非常关心。政府为了强化国安韧性，行政院11通过韧性特别预算，包括国防部1132亿，海委会295亿，国军会用伫强化机关通讯韧性，军民共同多项系统感情能力，会整合陆军、海军、海巡署雷达这情资纳入台湾战术的网络。另外，海巡会打造大型舰艇、采购无人机来反制中国的威胁。
让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战备存量从30天提升到120天。海空一体告别夜盲科技转型，而且我们会持续造舰。加强护渔。郭立雄强调讲，透过建立军民通用的强韧自通电架构，因应网络的攻击。关佩玲表示讲，会伫全岛配置日常仪，导入 AI 来改善暗时的监控，大幅提升海空侦搜能力。记者综合报道。运动部长李阳拜四呢头一摆参加行政院会的报告，针对最近讨论这体育班废除问题，伊强调未来会含这教育部也个基层老师做回来讨论。为了要听到这第一线的建议，这运动部伫咧9月11、12这2天呢，邀请北区175间高中的体育组长办1天2暝交流会。这些老师是拢强调讲，这体育班应该爱保留，毋过需要转型。运动部长李阳就任第3天，头摆伫行政院议会报告未来的施政重点，针对最近讨论真热的体育班敢有需要废除的问题，伊讲家己本身嘛是体育班的学生，未来会继续向教育部讨论，听基层老师的声音。我认为体育班的议题，我们未来会多跟教育部去做讨论，因为我觉得学生运动员现阶段来讲，会以学业跟训练并重。那我们当然也会倾听基层教练跟基层老师的声音。为着要听到第一线体育老师的建议，运动部也伫9月11、9月12邀请北区175间学校的高中体育组长进行2天1暝的交流会议，针对体育班是毋是要废除，多数的老师是认为应该爱保留，不过也提出转型的建议。体育发展的重点，当然学业成绩就经常被忽略了。我是建议部长这边是不是可以参考国外培养运动员的一些进度，来去思考说我们接下来体育班，或者是说我们体育班的转型，要怎么样来去做会比较好。我认为是不需要废止的，为什么要废除呢？因为在现实层面来讲，我觉得学业跟运动是可以兼顾的。你不上课了，那就不能比赛。体育老师指出，目前体育班的升学制度，若是学生要考高中、大学，学校拢是较看重运动的成绩，学科的成绩比重就较少。因此，真侪学生拢认为，只要运动的成绩表现了好，就当顺利考调理想的学校。老师认为，升学制度是未来运动部和教育部需要重新去思考的。安尼学校面对学生，才知影要安怎协助因课业和运动拢着爱兼顾。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印尼的巴厘岛小连续落大雨做大水，已经有9个人死亡，而且有人失踪。有不少去遐度假的台湾旅客，这2天去到机场的路里，拢受到天灾阻碍，真侪人是赶袂赴机房。这发行表示讲，旅客若准受到这天灾影响，无法度顺利坐到飞行机，会当改机房免收这手续费。机车漏水，就要协北京东客人来杀。印尼巴厘岛连续强降雨造成大水，有面体表都安尼被冲下去，喙城脱漏，将物件甲大量粪扫冲走。国民无用清理，原来伫水内找找营养物件。我dari jam berapa nih? Kurang lebih ada 5 jaman banjir. Dari mulai hujan gerimis-gerimis sampai hujan lebat. Tak dapat tidur nih. Ini roboh ini semua, roboh semua, hancur deh. Sampah itu bisa dilihat itu di kali itu sampah luar biasa itu. Mungkin pengelolaan sampahnya sih lebih baik. Sama mungkin damnya itu mungkin lebih segera dibuka biar arus airnya itu bisa lebih lancar seperti itu. 袂少所在积水未退，甚至地下道拢未通，影响连外道的交通。原本七十要转来台湾旅客已经提早叫车，不过沿路因为淹水路况无好，到的时间一直延长。对面淹超严重对面比这边还严重的感觉。到机场时阵，班机已经起飞，之后搁要价一个机票。那个水的高度大概还有在轮胎，就是汽车的轮胎的高度。大部分的路段被封起来，导致原本只要1个小时的车程，就是至少翻了个5倍才到机场。可是这次好像淹水特别严重，我看还有人拿冲浪板在那个路上滑。我们在叫车是完全叫不到 Grab。是我完全没有车，因为车可能都会卡在路上或塞车。后来我们是打电话请朋友过来送我们的。有常常去的台湾旅客分享过去巴厘岛都雨季也常常安尼连日落雨，不过这摆还未进入雨季，煞造成大水。帕萨市区有真侪所在严重积水，推测可能都是大楼积水未覆盖处，各海水倒灌。记者综合报道。
尼泊尔发生示威抗议，去到遐旅游的台湾人也受到影响。大饭店有损害，那行李拍无去，也是有这款情形发生。伫咧当地开旅行社的台湾人，也提供予20个台湾人一寡协助。也讲到这尼泊尔目前的状况有豆豆伫咧恢复平静。车来来去去，路的有一寡民众伫行，经过真侪天的动乱，尼泊尔渐渐平静落来，无过烧车暴动的情形。不过当地也是继续宵禁。देश र जनताको लागि कहिल्यै पनि पछि नपरिकन काम गर्ने मान्छेको हामीलाई आवश्यक छ。尼泊尔的社群禁令引起Z世代抗争，准讲政令解除也捌无法度平静，诉求超过社群解放，主要是体制贪腐，都令去当地佚佗的台湾人都捌亲身拄到突发状况。队团坐伫车顶，雄雄有当地少年人规定上车查看，每一个情绪激动，也互在场的台湾人难免紧张，烦恼家己有危险，好佳哉无妨挑战，也有人去当地爬山，大面的饭店煞变这款。我住的饭店已经烂掉了。真侪头门破真大坑，饭店建筑受损，现场有封锁线，寄藏的部分行李拍无去。台湾人雄雄毋知要安怎，请朋友到大门救援，才联络到伫当地开旅行社的台湾人，顺利得到协助。协助他们开一些证明，然后也是有到那个观光旅游警察局那边去报案。基本上从慢慢的复原当中，然后到比较平缓了，在抗议的事件基本上就是应该是说已经没有了。观光署统计，去尼泊尔的国人即阵有增加的趋势。即届伫发生示威了后，当地旅行业者陆续伫带速甲交通协助20至30个台湾人，目前人拢平安。记者采访报道。讲到这网情有趁钱共款，也着爱扣税啊！这财政部发布个人定伫网络发表创作或者是分享资讯的营业税规范，只要有固定营业场所、营业牌号、请人协助营运等4大条件之一，就爱纳这营业税。未少网红或者是直播主会伫 YouTube 或者是其他网络平台发表创作或者是分享资讯。今麦财政部针对常常伫网络发表创作或者是分享资讯的个人，也就是俗称的网红，甲利用网红内容播送广告，或者是提供相关附近服务的平台，拢会建立一定的税收登记甲营业税申报依据。网红他是个人，那个人的部分，他可能有一些他个人受雇提供劳或是一些执行业务所得。那这个部分呢，只要他符合我们营业税法的营业人的要件的话，那他的所有的这个相关的网红经济内所含的这些劳务，都要纳进营业税课税范围。财政部赋税署表示，境内网红若符合4大条件之一，拢会办理税收登记、扣营业税，包含伫台湾有实体固定营业场所、有营业牌号，请向人员协助处理销售甲透过网络销售，登过销售额有达到营业税起扣点。财政部指出，网红达到一定赔奖金数，或者受甲平台签合约，为平台摕到分润性质的劳务收入，将做网红平台广告主甲观众4方连结交易，属于新兴网络交易形态，拢会规范伫扣税性质内底。如果政府在后续在这一块有课税的考量上面，那这个民就只能接受这个政府单位的一个需求或要求，所以基本上还是会配合办理。财政部表示，各地区的国税局会积极辅导，考虑新制实施初期，网红甲平台可能对规定无清楚。即麦开始到明年6月底，拢是辅导期，呼吁网红甲平台拢要配合办理，避免违反税法。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改善空气品质，保护囡仔健康，这环境部今宣布要和教育部、经济部来合作，针对国内22个工业区附近的学校做空气品质的监测，未来也会把这监测报告放伫网络对外公开，找出这空气污染的源头，要求污染源就要改善。对画面会当看到工业区附近的空气无好，看起来雾，社会经济发展加上台湾土地较下，真侪学校就伫工业区边遐。根据统计，环境部逐年拢会收到定情的案件，有8成拢是和空气污染有关系。其中教育单位学校反映的案件内底，有88%拢是闻到臭味。一旦空污不好的时候，这些体育活动或是户外活动可能都会减少。那针对于学生长期的健康而言，也都是会造成影响的。为着儿童的健康权，环境部宣布和教育部、经济部也阁有专家合作，会先针对22个重点工业区附近的学校。
做空气品质的体检。学校的部分会设相对应的监测器，然后也有个采样器，然后去监测有没有异常浓度的增加。如果有，我们2个资料来做比对，然后接后进去来做可能的污染源分析，然后来进行检验。那整个过程改善完成以后，我们还会再设，无论在工业区本身或在学校部分，还会设相对应的感测器来做后续的监督。学者嘛表示，政府已经爱保障儿童有清气的水、清气的空气才会权利。环境部表示，这个空气品质体检报告，未来嘛会将调查结果放伫网站顶悬，对外公开，嘛互政府知影爱对倒位落去做改善。记者陈心东、曾俊佑台北报道。台北公馆医院13尾铁也甲这公车专用地下道会吞起来，引起在地民众也个点击反弹，包含着台大、师大、政大、台科大等学生团体，也个路权团体。今暗头的时阵呢，因就伫咧医院边啊，批评台北市政府拢无伫咧要义在地意见，呼吁台北市长蒋万安爱赶紧打动。北市府宁愿花时间提早来去架这些乙种围篱，还有橘色的这些围栏，他们也不愿意给机会，提早给时间来给这一些觉得这个议题有争议的民众、质疑这个路口改善的民众，更多说明会、更多公听会的一些沟通机会。影响到的是李四川吗？影响到的是蒋市府吗？不是，因为他们有人帮他开车，他们有司机，他们坐黑头车，他们不用公车。他们不需要用大众运输工具，所以他们不在乎。学生团体规定人伫咧下班时间请真济时阵去县医院表达诉求，因即期蒋万安硬要甲这医院拆掉，影响到公车族的权益，时间也就会塞车。还有台北市政府呢，虽停落来唔通时间，也爱含这民众好好沟通。讲到这国道5号雪山崩坑，因为施工的时阵有一寡需求，爱甲高一边的车道封起来。虽然伫咧崩坑口会拍车仔来警示，毋过常常有车无注意到。警方也提醒讲，若阵这车伫咧崩坑内面临时变换车道，相关会罚款6000块。伫国道5号准备进入涉水，发现头前指示灯拍一个车仔，表示头前可能因为施工，也是有意外事故，车道封起来。不过常常有驾驶人无注意，开入去封起来的车道，一直甲拄到工程车，也是事故车则变换车道，造成安全问题。西山隧道13公里长入去了后，照规定袂使变换车道。民众入去崩坑前，爱注意相关的车辆灯，安尼无较会违规。不过，也有民众讲，入去崩坑内开甲一半车道，因为事故这个原因封起来情形，拄到阻碍时阵，只好避免违规变换车道。以后发现有人进去了，那个打岔的车道，你会觉得不太好。就不要出事就好了。不要民众还这样闯进去，会觉得很危险这样子。如果他打岔了，车子还开进去这样。那他们通常会到之前隧道口的地方，会再把它切换过来。这样因为隧道那当然是会比较有危险啊，对啊。报民众讲，即马入去崩坑前，拢会注意车道是毋是有封起来，安尼无入去，才避免变换车道，真正危险。根据警方统计，西山隧道内底违规大部分是超速，也是开伤慢。变换车道违规的数量，逐年差不多60件，是所有违规样态第3多。本大队呼吁驾驶人驾车时应随时注意车前状态。警方指出，若是严重封闭的车道是属有伫高速公路无依照标志标线号志指示行车，依照道交条例，处汽车驾驶人3000块以上6000块以下罚款。违规伫崩坑内变换车道，也会当依法开罚。呼吁驾驶人应该随时注意路况，避免违规。记者采访报道。来看高雄做赢这有影一只喊吼，昨有民众呢，唔知什么款的原因，说甲一块双人的面窗贴啊，放伫咧轿车的车顶，坐伫咧后边两个乘客手就伸出来，甲这贴啊揪掉的。警方表示讲，这款的行为已经违反着道交条例，相关会当罚到180块。一台在东航顶的深色轿车，互路边的民众是看到硬去，因为车顶再碰撞煞无用丝袜固定，是后座两边的乘客甲手伸出车窗外，再甲碰撞木咧，互伊卖落落去。风来一阵，或一个转个弯就掉下去了。掉下去的话，
自己不会影响，后面的车会影响啊。万一它如果飞出去的话，后面的车不是很危险吗？它是危及到其他人的性命安全啦。代志发生在初十暗时10点外，但起灯了后，车是一路对南往北在驶。虽然警方无接到报案，但是这个行为已经违反道交条例，相关会当甲罚万倍。该车以不当方式载运货物，已明显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处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至18000元以下罚锾。卖碰撞的业者讲，一般正常的做法是司机用货车载到民众引导，就算家己载嘛是驶货车，毋是一般的轿车。车路违规行为未少，花莲隔岸乡就捌发生过载运邮具的货车超过限权，就直接调伫个边高道，冒载运 H 型更条的大货车驶伫国道的时阵无保持安全距离，紧急打挡了后，造成车顶的更条落落去，撼到头前的车。警方嘛提醒讲，不管是驶伫一般的车路，还是国道，拢应该爱遵守交通规范，才袂受罚，甚至佫造成人命的伤亡。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高雄进前，这美浓有农地去红头乌大树的山头，也去红头倒这废弃物。11后，民众发现讲大寮有一块农地去红乱倒这废土，本地是好好的产地，即马变做是废土场嘛。环保局去稽查，初步认定这拢是建造的废弃物，依法相关会当罚到300万以外，也会依法来上班。针对小连线标出几多件农地非法使用，市政府也含这桥头地检署成立联合稽查小组，也讲绝对会检查严办。土流来，这坑拢安排的啊。地主看到田边的水利灌溉沟已经去互流出来废土，他甲填一填，是愈讲愈厌气。因为伊的田地两边拢是蹲甲悬悬的废土，地主讲，这废土伫几落个月前就刷刷红再来遮倒，只要落大雨，废土就会对水流落来伊的田。刷落来已经准备要布丢啊！看到好好的田地，正做一款模样，伊嘛毋知要安怎才好。阮啊，早要多反应，也毋是伫地下啊，伊这屯无流来啊，伊即马屯了。路拢安流来安尼啊！它真的是寸草不生，良田真的是变成废田哦。这样的景象真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我不知道高雄市政府到底做了哪些的预防及列管。受害地主沙无长，有人看袂过去甲议员တင်情，议员即期高雄已经连续8几落件农地违法使用的代志，公部门到底是倒一粒螺丝锁无安？在一早起，环保局随到场稽查，初步认定这拢是起厝挖起来废土掺阿妈土角，后续会去查地主甲行为人追究相关责任。日市地方单机也强调，农地农用是原则，只要发现违法使用，绝对严查严办。我们现在跟这个侨检也联合成立这个联合稽查小组所以若有这种在农地违反相关法规使用的，那一律我们会移送检调侦办。大寮这件红墩土的面积超过0.2公顷，环保局强调，甲农地用来囤也是囤袂当建造的废土，拢是违法的，依法相关会当罚300万，同时移送法办。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场报道。关怀文教基金会认为，这推广台语靠政府是无够的，所以就宣布讲，对这个月开始到年底，伫中华台语文创意园区，逐个月拢安排表演，有布袋戏、歌戏、音乐节，也有台语词啊，邀请民众做伙来参加。用当乐讲出经典的台语歌《月夜愁》，迷人的旋律，互现场的民众听甲真痴迷。为着推广台语加台湾文化，关怀文教基金会宣布，为这个月开始到年底，伫中华台语文创意园区会安排系列活动，有传统戏曲、音乐节加台语词啊。园区办足侪活动的，会当来遮安尼行行咧，啊，搁学一寡台语。咱每年月底遐办公演足办啊真好啦，人客人愈看愈啊喜。基金会表示，今年安排的表演活动有国宝级大师李天禄创作的布袋戏出头，提过侪团艺金曲奖的长美云歌戏团，佮有金曲歌手赵雅文加其他台语乐团的演出，有传统戏曲的台语开口，有新的台语歌创作，都是希望互民众感受到本土语言的多元内涵。民谣嘛好，新创的嘛好，流行的嘛好。古早的嘛好，咱拢做伙来培养，互大家会晓欣赏，会晓提升，做伙来发展，这种要紧。咱干那政府呢无够，就爱全国的每一个人
大家家己拢做伙来，这是咱大家共同的代志。除了趣味轻松的文化表演，园区也固定举办台语罗马字的课。关怀基金会指出，有不少人来学台语罗马字，通过教育部的台语认证了后，搁回来园区做志工。基金会认为，推广台语靠政府是无够的，就爱大家做伙加入讲台语的行列，才当互台语开枝散叶。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法国总统马克宏任命的新总理勒克努，上任的头一天就出现20多万人全国性的反政府示威。这抗议人士呢，用封锁交通、封锁基础建设，也或者政府机关无法运作来表达不满，甚至发生激烈的警民冲突，一天就300个人去互抓起来。透过网络社群媒体串联的草根相关马克宏运动大封锁，七十就像野火同款，曾经伫全国各大城市以400多种不同的形式伫街路扩散。巴黎、马赛、波尔多、蒙彼利埃几个大城市的游行队伍人数拢达到几千人。抗议民众以封锁交通、基础建设、和政府机关无法度运作的方式表达不满。当局动员8万警力全力戒备，铁公路交通的中心欧洲之星停靠的巴黎北站有瓦千名亡命的示威者，甲警方爆发激烈的肢体冲突。Je suis arrivée à 6h du matin et j'attends que le gouvernement tombe et que Macron dégage. 这一日拄好是新旧总理勒克努甲佩胡伫总理府进行职务交接的日子，就任命头一日就出现25万人规模的全国性反政府示威。勒克努伫随时表示，会以创新的方式处理艰难的政治局势。国民议会有上侪色素的单一政党极右派国民联盟并无进动。其新总理人选充分显示，马克宏只会伫动员站内底固守，有言这又阁会是一个底命内阁。Le nouveau Premier ministre, par ses responsabilités passées, a applaudi à l'ensemble de la politique d'Emmanuel Macron depuis 8 ans. Donc, nous sommes sans illusion sur ce bail précaire. 法国去年的财政赤字占 GDP 的5.8%，是欧元区上悬，借贷成本一路升悬。10年期公债息利率挖近意大利是过去毋出现过的情况。国民议会内的3种主要政治势力对这部规矩要安怎解决，拢有家己的坚持，而且拢无变样。上次民调显示，61%派选民赞成解散国会重新改选。那一旦改选，国民联盟以33%的支持率稳稳坐第一。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罗西亚车执大规模空袭乌克兰，这无人机也飞到波兰领空，就要去轰击落来。这波兰总理图斯克就表示讲，已经启动32个北约成员国的紧急协商。也那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讲，愈来愈侪证据显示，这件事件不是意外，认为这罗西亚已经锁定波兰了。我近乌克兰甲白罗西亚的波兰东部边境村庄，注定破一大坑。车到暗时到车10透早，陆军出动415台无人机加40粒飞弹攻击乌克兰各地，其中19台无人机分批飞过边境进入波兰领空。当局卖关包括华沙消防机场在内的4个机场。当时波兰军方伫北约空防部队的支援，加4台无人机拍落来。这是陆俄战争后头一届有北约成员国直接开枪。虽然罗西亚国防部解说无意思攻击波兰，陆国盟友白罗西亚嘛出来斗讲，讲这是信号干扰出现的无人机迷航。不过华沙当局无相信，北约甲欧盟是批评讲，这根本就是侵略行为。która stawia nas wszystkich bliżej otwartego konfliktu, bliżej niż kiedykolwiek po II wojnie światowej. And just today we have seen a reckless and unprecedented violation of Poland and Europe's airspace by more than 10 Russian Shahid drones. Europe stands in full solidarity with Poland. 进程一直要促成陆俄谈判的美国总统川普，伊的大部分内容无表态，嘛无谴责。伊嘛甲初3才拄访问灭疆的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通电话，表达关心。这场大规模的挑战惊动欧洲，波兰嘛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引用北约的宪章第4条，建设启动成员中间的紧急磋商。Stop violating Allied airspace and know that we stand ready.
that we are vigilant and that we will defend every inch of NATO territory. 北约第4条是为了共同防御的启动确定一个规则，透过成员国中间的协商，会当评估威胁，决定集体安全的一步行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 X 顶管警告，波兰是故意互人锁定的，一点嘛都无暗砍敌伊俄罗斯啊，当地做的就是试探北约的底线。 Тільки спільні європейські сили можуть дати захист. Ми готові. 德国法兰克福和平研究所的专家表示，北约启动第5条的可能性真低。不过，早伫几礼拜前就开始的无人机越界行动，会当讲是俄国的挑战。即摆关键就是美国的反应，尤其美国伫对罗西亚的刺激制裁，也是有扩展到欧洲甚至更较宽的空间。不过，若是美国拢无好好支持盟友，安尼嘛会伤害川普政府的可信度。公司新闻安如梅编译。 这澳洲的无尾熊长期以来受到皮衣菌的感染威胁，这种病菌会透过生团来传播。这野生的无尾熊死亡案例有一半就是感染着这款的病菌。这澳洲的科学家研发出专用疫苗，监管机关也已经批准了，希望保护这无尾熊唔通互因断症。 皮菌感染是一种人和无尾熊都有可能得到的性传播疾病。伫澳洲野生无尾熊的死亡案例内面，皮菌感染就差不多占一半这么多。当地日光海华大学的研究团队用15年的时间开发出注一档就会当有效的无尾熊皮菌疫苗，安尼就唔免一直甲因掠过来做。伫几百只野生无尾熊身躯顶的实验看到效果，已经得到兽医药品监管机构的批准，特别伫澳洲全国推广。 50% of koalas throughout Queensland and New South Wales are infected, and this vaccine helps to limit the development of disease, which can lead to infertility in the koalas as well as blindness. 这种单剂疫苗会当锁定皮菌内面3种无同的蛋白质，引发广泛的免疫反应。目前，敢若适用伫保护健康、毋捌感染的无尾熊，若是已经感染，嘛是需要住院接受抗生素的治疗，恢复健康了后，再来注疫苗。疫苗会当提供3种保护，包括降低感染的风险，防止病情恶化变作重症，而且伫一寡状况之下改善已经有的镜头，减少生育年岁无尾熊的族群感染。 互死亡率降65%，按算今年底明年初会先摕500剂出来，互野生动物病院、诊所和野生无尾熊，搁伫拍拼争取搁较侪经费，要来扩大注疫苗的规模。We estimate that they'll need at least 1,000 to 2,000 doses per year, and that's not including the program to go out and try and protect koala populations that are in severe decline and at risk of becoming locally extinct. 2022年，无尾熊伫澳洲东部的昆士兰、新南威尼斯省和澳洲首都特区正式红列做是伫要绝种的物种。官方统计，这地区敢若剩9.5万到23.8万只无尾熊。另外，伫维多利亚和南澳2省，另外有13到28万只左右。世界自然基金会统计，过去20冬无尾熊的数量因为传染病、生态地流失、气候变迁和森林大火已经减少一半。公司新闻司会长编译。 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5度。 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7度到3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